再来看国民党立委这个罗定伟昨伫面册写文章，讲啊特别争取甲台中市超商合作，只要呢小学生伫即天下晡5点到9点去门市买这个酸仔糕，就会当来买一件送一件，买一支送一支的意思，看起来敢若袂歹，所以引起民进党立委的批评。双手提冰淇淋，国民党立委刘定辉特别选伫咧开学前一天，和台中市南区的超商合作，推出冰淇淋优惠。这个活动只要你是小学生，在10号下午5点到9点来到超商，我手上这支红豆牛奶双麒麟买1送1。无论是用饼底，或者是用杯仔底，原价49块的冰淇淋，拢买一送一。刘定辉伫咧面册，家己讲是特别争取的，不过推出这个活动，民众感受会到？看个人吧，如果喜欢吃的话，就算是了。小朋友可能也会带过来吃，但是其实这对选票来说就还好。民进党立委王义川伫咧社群铺文照讲，特定对象敢若选区内有罢免投票权家长的囡仔，恐惊违反选罢法。民进党民代联会南北委员大三度国家预算，说甲店价优惠当作地方政绩，包括教育、文化，包括台电的电费，包括租金补贴，这些民生的预算跟支出被你砍了多少钱？难道现在用双麒麟就能够来弥补吗？支持文化预算，争取地方建设，比起双麒麟买1送1，这才是台中市民更关心的事情。面对这期罗定辉到这阵也无任何回应，原本是要互囡仔食一个欢喜，即马煞变做令人攻击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